Hello，大家好啊！收到了来自 Web3的第一份工资，大家可能都很想知道来自 Web3的工资到底有多少呢？其实没有一天通过交易赚的多啊。当然了，我只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一个 Web3的一个参与者。那如果是全职的话，在 Web3一个月呢，应该有这个10到30K 这个样子。那当然的话呢，这个要看每个人的岗位不同啊。如果你是一个呃 solitaire 这样一个工程师的话呢，可能工资稍微高一点。如果是你说这个前后端的一个工程师的话呢，应该在3万加以上。那如果你是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工程师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吧，5万多左右，50K 这个样子，50K 加这个样子啊。当然每个人的这个呃岗位不一样啊，这个呢待遇呢工资呢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的话呢，偶尔呢会给这一些这个 Web3公司写写文案呐、等等啊，那赚一点零花钱。当然了，空投呢也只是顺手的事情啊，并不是我的目前的主要的业务。那最近市场呢又进入了一种牛市的一个热闹情绪啊，最多的呢还是香港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一个监管政策，当然点燃了所有人的心中的一种希望啊，因为我们过去的话啊，因为政策上面的原因，很多人的话呢想要去通过这个去创业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出海了啊。现在的话呢，不用出海了，直接到香港去就可以了啊，方便了很多。那最近有粉丝问我了，那为什么看好这个 Complex 呢？还没有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先点赞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站在整体来看的话呢，我认为以太坊的确定性可能会更大一点，毕竟呢，全球的共识呢比较高，而且众多的资本的都在加持这样的一个生态啊。当然，除了以太坊的话，Complex 我认为在未来的确定性呢也是比较大的啊。当然，这只是有前提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情况下的话呢，可能就不太确定了啊。就是接下来的 Complex 在 Web3里面能够发挥超强的组合能力啊，因为前期的几期节目当中呢，红哥有讲到的 Complex 背景呢有这个清华系的这个背景在里面啊，而且的话也是被这个业内的承认的，被业内指定为这个被官方承认的一条国产公链啊，而且它现在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区块链、数字经济和元宇宙呢已经成为这个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风向指南，而且这个数字经济的话呢一直呢被提及了好多年了，这几年一直在倡导这个数字经济。啊，所以说呢无论是企业呢还是地方特色的元宇宙呢，未来上链呢是不可避免的。那作为 Complex 有可能成为这个首选的一个合作目标。那当然这取决于 Complex 团队在接下来的创新能力链接能力和这个组合能力了。可能大家都清楚了，以太坊持续上涨呢，是因为它上面有强大的生态比如 DeFi 呀，60%以上的 DeFi 呢，前期都是通过这个以太坊生态的引爆的。那包括一些 NFT 等等，都是通过这个以太坊这个进行发行的这也导致了这个有大量的用户呢进入到以太坊这个生态去进行一个为这个生态能做出来贡献。而大家，而作为大家公认的这样一个速度比较快的这个公链的 Solana 呢，则是因为这个 GameFi 的这个链游呢出圈了所以呢引起了众人的一个关注而且的话，在2021年最火的一款跑车游戏呢，也是让这个Solana 直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从最初的几美金呢，直接冲到最高200多美金的这样一个奇迹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爆出圈的一个原因。那 Complex 如果接下来能承载住这个国内元宇宙和 Web3的一个叙事的话，我认为它在下个牛市肯定会成为一个最靓的仔首先，它要能承载住这个叙事当然了，目前的 Complex 它已经在很多个国家呢也都有它的节点和这个社区了这个呢，它不仅仅只是在国内社区比较大，是在海外的社区里也是有的。而且最近期的话，它也推出它自己的这个生态的一个黑客马拉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多多关注那最主要的是呢，它最近呢，在这个香港呢也注册了实体我们也知道香港的最近呢推出了跟这个加密货币呢相关的一些政策，去引导其呢走向合规化的一个政策并且呢在2月22号呢推出了这个针对 Web3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这个
这个补助啊、拨款补助啊等等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都有利于这个 Web3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说呢目前的话呢，整个香港已经成为了这个亚洲Web3的一个基地之一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加有利于这个 Complex 深入拓展自己的生态。而且的话呢，近期的话呢因为这个香港政策的原因呢，也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区块链项目呢，跟这个 Complex 进行了合作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看好这个公量的话呢，那你可以去多多关注啊。当然，这个呢，以上呢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你正在寻找投资这个标的的话呢，那你可以对这个 Complex 生态的长期的跟踪关注，或者说呢，你可以合理化的去配置一些这个 CFX 作为自己的资产储备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内容，那以上呢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任何的投资依据啊。好了，如果你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话呢，不妨关注、点赞、评论、交流，你的支持就是对红哥最好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